咱来锻炼信息。今仔日是沙漠牧区少年组的主日。咱来吟信息第95首，我心仰望十字宝剑，十字宝剑。这首诗咱应该拢真熟这首诗的迄个主题，伊英文讲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，survey 是调查啦，嘛会使讲自寻甲看。所以十字架咱拢真熟。你既然要调查，调查爱有资料，资料就是爱看圣经。圣经4本福音书拢有讲到，主耶稣是安怎去到伫十字架顶。所以这样代志咱爱变来善事。所以这首歌伫受难节的时阵，常常都会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咱应该嘛都真熟。主要歌词爱唱有较熟的。咱做伙来读歌词，来开始。我心仰望十字宝剑，荣耀的主替我受罪。我情心无世上荣华，但愿为主隆重放煞，互我无得夸口一切。只有夸口我主是价，世间所有空虚福气，为主保费，情愿放离。来看救主头壳骹手，流出保费，主爱忧愁。这样疼痛，自古未有，气魄变成荣耀免流。世事得到宝玉黄金，全献予主，也未到尽。注听世人长看冤亲，我要报答，全献我心。这是4节。互咱做伙来吟这首诗。我是仰望十字宝剑，荣耀的主替我受罪。我情愿无世主荣华，但愿为主放煞，互我无得夸口一切。只有靠我主是价，世间所有空虚福气，为主保费，情愿放离。来看救主头壳骹手，流出宝费，主爱忧愁。这样疼痛，自古未有。气魄变成
水晶灯花冠青，我要报答全天我心。接下咱伫传道讲道，接下咱要回应这首诗。今仔日传道的讲道的题目是重担，互相担当。所以这是伫教会甲团契中间，若有重担，都要互相担当。这团契生活就是爱彼此相挺。这首诗就是你若欠客真失望。这首诗真有名应该是迄个台湾长老教会圣诗内面真出名一首诗，是吴玛烈。吴玛烈，伊是吴威廉牧师的太太。所以吴玛烈伊甲吴威廉牧师31岁结婚的时阵，就对加拿大的长老教会派因来到台湾。这个背景是，迄个吴威廉牧师伫19岁的时阵，伫加拿大听到马该倒转去做宣教的迄个数值，所以非常感动，所以就决志，转去读高中，搁读大学，读了到31岁，甲迄个吴玛烈结婚，就来到台湾。伊来就是要接班，接迄个马偕的班。因为马偕到伫第2遍转去加拿大的时阵，无迄个吴威廉转去加拿大的时阵，马偕伫台湾已经破病，要准备要过身啊，所以吴威廉就甲倒转来台湾，就将马偕所有的宣教，搁新人院、搁病院的这事业拢甲接起，所以是夫唱夫随的一对翁仔某，但因两个是差5岁，但是吴玛烈伊活到93岁，吴威廉敢若活到62岁，吴威廉即摆伊的墓嘛还搁伫迄个淡水中哦。这首歌就是咱要来回应重担互相担当，咱个人的家庭有个人的重担，教会嘛有教会会拄着问题。但是咱伫世间有咱世间的家庭，但是咱无共款的家庭来到教会，咱成做一个家庭，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首歌非常激励咱，咱做伙来唱这首歌。咱唱第1节到第4节，这2节就好。你若欠客真失望，我就真来帮衬，有做看了就欢喜，天命真是坦道理，难怪沙飘，难怪沙飘，难怪沙飘，有信心来帮衬。沙条里我就妹妹，就为阳光归天边，有主看了就欢喜，生命真是坦道理，难怪沙飘，难怪沙飘，难怪沙飘，有信心来帮衬。练习到这。
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，到噶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已经将我的体壳变做跳舞，你将我的满山放去，用欢喜甲我行，托互我的心情照歌学乐你，也无真情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感谢你到永远。大家来认识学乐上帝。信息第95首，信息第95首，请起立。
彼时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言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用是囝，咱的主。对圣神交代，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，伊顿丢比拉多历来受苦，伊是一个死埋葬龙的府。第三日对圣宗受批，他坐伫耶被上帝大悲，要伫遐过来是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天的公羊会，信道的上头，说下尾，让迄国外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用刻印文6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相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体体长势，伊去的影响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知。所以就属于找63个习惯，啊慢慢会写哦。就是行道理。单单差无道义无，其实行的人。家己上帝看了只会离开。毋过有地上西查苦，互人伫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地感受的人。因为伊有时早起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正欠，是咧欺骗家己。照顾困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会被上帝看起来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今仔日主祭阮伫你的圣殿，互阮同齐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是满有恩典疼痛的爸。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啊，阮知影阮是软弱的人，阮的行为、心思、话语，拢无法时时讨你欢喜。求你赦免阮的过失，清去阮的心，因为你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有你的恩，阮就够业。感谢你的怜悯甲带领，虽然阮无完全，你求阮拣选阮，赐阮服侍你的机会。阮知影，你无看轻人的年岁，只要阮愿意做忠心的奴仆，就是真正蒙阮的人。主啊，阮要将将来的脚步交托互你，伫学校、社会、家庭、教会中，拢愿行合伫你的旨意。求你赏赐阮有清楚的方向，勇敢的心志，愿阮的性命成做你的见证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经讲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到10节。兄弟啊，若有人无仇敌，含露罪过，恁属伫神的人，着用温柔的心情回正伊，也着家己关防，听了恁也拄着试。恁逐人的重担，互撒甲担，
用安尼来证基督的法，无也家己掠做有诶，是骗家己。逐人着省察家己的所行，就有通看口的在伫本身，无在伫别人。因为逐人要担伊家己的担，合适道理的，着将逐项好物，互甲是伊的三甲有份。无伫家己错误，上帝袂愚慢伫，因为人所业的是啥物，伊也要受迄号。为着家己的肉体业的，要对肉体来修行败坏；为着圣性业的，要对圣性来修行永活。咱行好，毋通失志，因为若无即赞，到期未修成。所以，也有机会，咱着行好伫正人，弟兄的对性，成做一家的人，搁较着注意。请为传道讲道，题目是重担互相担当。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怜悯，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主旨伫教会来敬拜学了你。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，嘛求你教示阮、引带阮，用你的圣神来高照阮，互阮会当知啥物是你所喜爱的代志。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你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我想要问大家讲，恁今日有炸真济物件来教会吗？有吗？恁出门的时阵有炸真济物件来教会吗？我知影有一寡人啊，因可能拢出门的时阵，感觉一定拢爱炸有足济物件，譬如讲，爱炸啥物卫生纸啊、雨伞啊等等的。我来到台北了后啊，逐工拢一定爱炸雨伞出门，因为我毋知啥物时阵会落雨。所以我的背包就愈来愈重，愈来愈侪物件应该爱炸，无炸的话，就可能会感觉讲啊，敢会到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无法度去面对。毋知大家敢有甲我共款安尼的经验，就是咱若是出门的时阵，有可能拢会炸真济的物件出门，有时啊，遐物件可能是无一定需要的物件。我阁会记我伫细汉的时阵。我读国小的时阵，学校拢会有迄落，一年一摆吧，就是迄落甲你的迄落骹棒，你的书包摕去迄落称重，看你的书包到底有偌重安尼。迄个时候啊，我毋知是安怎，其实嘛无几本册尔，但是我的册包拢足重。可能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无介悬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是会使话，大家吼尽量真正，若是会使话，早你需要的物件出门就好啊。无吼，有时啊，遐物件有可能会变做是无用着，但是变成咱的重担、咱的负担。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，咱敢有一寡代志，互咱感觉真忧愁、真艰苦，也是咱拄着一寡困难的代志。迄就是咱的重担。毋知咱敢有去买物件的时阵，因为咱敢家一个人去买，所以爱买一堆物件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哦，我爱炸遐尔啊侪物件转去，哇，阁想要有人帮我做伙客。当我有一遍去全联买物件的时候嘛是安尼，我阁摕一大堆物件，紧要转去我住的所在，啊，我阁伫遐要试电梯，但是因为手伤侪物件，无法度试嘛。可迄时阵拄啊好，有一个人就向来啊，伊就帮我试啊，而且伊阁帮我开门，阁问讲我要去几楼。所以伫即时阵，若是拄着安尼有安尼人会甲你帮衬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哦，感谢上帝，我希望感觉我的重担无遮尔啊重啊。今日的经文是伫第6章第1节，兄弟啊，若有人无张持现落罪过，领受伫神的人，着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。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信徒，每一个基督徒，
咧伫软弱中遐个兄弟姊妹，拢有责任，咱对遐软弱中的兄弟姊妹，拢有责任爱去帮助因，爱去互因归正，互因挽回因的心。无论是因拄着是怎样的试探，是罪的试探，也是伫道理的试探，咱拢应该爱彼此扶持，彼此帮助。咱若看见有安尼兄弟姊妹的时候，咱嘛应该爱去扶持帮助因，互因会当无落伫遐个迷惑中。所以基督徒伫主内面，咱应该是爱互相做肢体的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7节嘛是安尼讲，咱伫主的内面拢是诚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咱拢应该爱彼此扶持。所以若是有肢体因陷落伫罪恶中的话，就亲像骨头占着所在，乐高有算过乐高吗？乐高的零件占毋着所在。拼图无说斗毋着的时阵，咱会感觉磕磕，也是怪怪，接袂起哩。所以咱个伫迄时阵，咱个应该爱尽力，甲伊重新接转去正确的所在。咱毋当伫肢体因失败软弱的时阵，感觉幸灾乐祸，也是甚至是甲因诽谤啊，甲因批评因。而且伊伫第20节继续讲着，恁逐人的重担着三共担，用安尼来尽基督的法。遮讲着的重担是注重信徒犯罪了后心灵的重担。有时咱若是犯罪，也是咱做毋着代志时阵，咱的心会感觉忧愁，咱会感觉痛苦，就是迄个时阵，咱会感觉有重担。遐个陷落伫罪恶中的遐个人，因为罪恶所产生的忧伤、伤心，佮有良心的责责，拢是一种人性顶面的重担。所以咱重担爱互相来做伙来担的意思是讲，伫咱个人为着咱家己的错误、忧伤、艰苦的时阵，咱应该爱来分担咱兄弟姊妹的忧伤，来彼此扶持，来帮助伊，互伊会当得到安慰。伫兄弟姊妹因失败跌倒的时阵，咱嘛爱用主的疼心甲温暖，互因会当为过失中互挽回转来。互相表示咱毋是假，应该是家己个人，咱去担，无是讲伊拄着代志，像咱伫边仔安尼看，讲哦，伊拄着代志安尼。互相是应该是人拄着代志时，咱会当彼此去帮衬、去帮忙。咱嘛有时阵，咱嘛拢会有重担的时阵，会有需要别人帮衬咱的时阵，所以咱应该爱知影的是。咱会有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别人嘛一定嘛会有拄着困难的时阵。伫这时阵，咱爱怎样做咧？就是咱应该爱彼此来担咱的重担。不只有别人需要咱为咱为咱的成长得到安慰甲扶持，咱有可能嘛真需要别人为别人遐得到安慰甲扶持，才有法度搁一遍徛起来。伫第20节讲着。而且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安尼来尽基督的法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14节个，顶礼拜无书的讲道的经文讲着，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。全律法拢包含伫疼人、疼厝边亲像家己即句话内面啊，所以咱会当知影。若是咱拄着有重担的时阵，咱的周围的兄弟姊妹有重担的时阵，咱应该互相帮助，这是相疼的实践，这是互基督的律法伫即种实践中来相疼的时阵来显明出来，会见证出来。所以伫咱个人的生活，咱嘛爱想看觅啊，咱会当怎样来担咱家己的重担。伫第3节到第5节讲着，无也家己掠做有诶是骗家己，逐人着审查家己所行诶，就有通夸口
的在地本身，无在地别人，因为逐人要担伊的家己的担。即几载是咧提醒咱信徒个人生活方面，咱应该怎样来做？有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，人若无疼心，而且当作家己有疼心，这其实就是咧欺骗家己。看见兄弟姊妹的过失，煞无去帮助伊，无去甲伊挽回，无为着兄弟姊妹的软弱来尽着责任。反倒是看见别人陷落伫罪怪中间的时阵，煞去取笑别人，论断别人，骄傲自夸，这就是无凭爱心行事，无用疼心来做代志。既然无用疼心来做代志，煞当作家己有安尼做，安尼其实就是咧欺骗家己。咱有时阵若是无信心，煞感觉家己有信心，咱无忍耐的时阵，咱煞当作咱家己足够忍耐；咱无谦卑，煞当作家己有谦卑。安尼这拢共款，拢是咧家己欺骗家己。家己欺骗家己是通常是咱无法度家己去发觉的。咱无一定会感觉咱家己欺骗家己的原因有。一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咱会骄傲，咱若是骄傲的话，咱就会当作咱家己拢做甲真好，咱袂去省察咱家己。所以第二点是啥物呢？就是咱应该爱省察咱家己，逐人着省察家己所行，就有通夸口的在地本身，无在地别人。个人应该爱省察家己的行为，安尼伊所夸口的就在家己，无在别人啊。省察家己是避免咱陷落伫自欺的中间的一个方法。咱应该省察咱家己所行所做，敢真正有伫真理内面，是毋是有用基督的心做心？毋通感觉信任家己的言行，煞看见别人的过失。咱爱省察咱家己。省察是有试验、观察以及有证实的意思，所以咱应该爱用心、谨慎的省察咱家己，毋是凊彩用咱家己的良心来无用良心来省察家己。咱所夸口的，就是就是咱所当作快乐、所荣耀的代志。只有在地本身的意思是咧讲，咱。只有咧关心家己伫上帝面前的所做，无甲别人比较。所以咱若是直接安尼看，咱会当作这像个毋是好的意思。但是其实，咱若是真正有伫上帝内面的话，咱所夸口的，就会像咱单独唱圣诗95首所唱的安尼，咱夸口上帝的荣耀，夸口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做的一切的恩典。咱若是感觉迄是咱感觉快乐、荣耀的代志，安尼咱做所有的代志，咱所关心的，咱敢会看上帝的心意，咱袂甲别人比较，咱会敢会求咱家己伫上帝面前敢有良心，无欠亏，而且袂感觉咱比别人较好，也是比袂起别人。即句话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人若是伫主的内面认真省察家己，就会当互伊的一切所行的拢实实在在，而且伊所感觉的快乐的、荣耀的、所夸口的，拢是关心伫上帝的心意，而且迄是伫上帝的面前有价值的，会当永远存在的。安尼就袂过去计较来计较去，计较是毋是别人的过失，也是想要为别人遐得到称赞来得意。第三个是爱要担当家己的担，因为咱人拢必须爱担咱家己的担。
因为咱逐人啊，拢应该有家己的答，咱个应该家己甲答起来。第五节伊讲到的即个答，佮甲头前的答，佮无啥共款啊。第五节伊讲到的是咧讲到继续咧讲明，继续会讲明讲应该怎样来审核家己的理由，就因为逐人必须爱答家己的答。即个答就是咧讲，咱伫世上，咱人每一个人拢应该爱尽的本分甲责任。伫信徒彼此相听的生活中，有一个爱注意的，就是咱家己应该尽的责任，咱家己敢有去做到，咱敢有去承担。袂当认为彼此应该相听，咱就甲咱家己应该做的代志、应该承担的代志，撒互别人来闪撇应该有的本分甲做人的义务。这毋是合疼心的原则。疼心是甘愿担别人的重担，煞无我靠别人来担家己的重担。实际上，有疼心的生活的信徒，绝对毋是仰望别人来解决家己的困难，伊是准备家己来承担家己的困难，而且佫尽量分担别人的困难。这个答毋是咧讲罪恶方面的答。虽然圣经有甲咱讲，应该将罪的答交互主，佮将生活顶面的重担交互伊，因为伊是逐工派咱重担的主。但是这毋是咧讲咱无必要尽咱家己做人应该做的、应该尽的责任。咱讲甲答交互主的意思就是，毋通甲咱家己应该尽的责任甲困难，当作是真歹担的重担，想要我靠家己的气力去担，去承担。只有是尽咱家己的本分的时阵，咱专心我靠主的帮助甲气力，甲迄个担放落放伫咱的肩胛头，甲担的迄个重量放伫主的气力中面，为咱家己所该做的。所该尽的本分、尽责任，煞无为着家己的本分来烦恼，无互这一切人生应该有的本分，成做咱人生的一种重担。所以，其实爱互相担当，并无遐尔啊简单。因为咱有时阵，咱会因为咱家己的状况，咱就会感觉讲，我可能无法度去帮别人担别人的重担。但是主的教是毋是安尼？咱家己的重担，咱爱尽力我靠上帝去担迄个重担。但是咱有时阵，咱若是有气力的时阵，咱嘛爱尽力去帮助咱的兄弟姊妹排因的重担。保罗伫加拉太书提醒信徒讲，应该爱彼此来担重担，应该是教会中伫加拉太教会中有安尼的问题，因无法度彼此来担重担。这不只是伫加拉太教会有的问题，也是伫现代教会中普遍拢有的问题。所以这嘛是咱时常会听到讲，咱应该爱去时常会听到的问题。嘛是咱时常爱去关心的问题。既然咱应该比较较知影爱安怎做，所以咱嘛会当来想看卖影的，为虾米咱知影爱安怎做，但是咱煞有可能会无愿意，毋肯彼此同担的原因。第一种状况，可能是因为咱认为咱家己已经是知影，咱家己知影的就是对啊。遐个就是一寡律法主义的人。因无照家己的意思的遐兄弟姊妹，因个有感觉因做的拢是奇怪的。另外一个是第六章才讲到的，有一种人因像圣神的充满，因认为因家己的经验上重要。无论是认为家己知影的是对的，也是遐认为家己的经验较是对的，拢无法度来当别人的重担。佫有第三种的情形是，咱现代人咱会拄到的状况，
咱会认为咱所有的是咱努力去得到的，所以为虾米咱要分享呢？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第四个状况，就是当咱人无遐个物件时阵，咱就会产生遐个怨妒。可能咱会感觉咱家己的代志个已经做袂好啊，到底搁爱怎样去帮助别人？迄个时阵，就是咱应该爱来呼叫的时阵。就像咱去全联，咱买物件的时阵，若是伤侪人要结销、要结账，因袂付的时阵，因嘛会饲一个请求资源收银，应该是安尼讲，请资源收银。所以伫咱若真正感觉咱一定真艰苦、无法度的时阵，咱会当大互咱感觉真优秀的时阵，咱嘛应该爱发出即个讯号，咱爱请求资源，咱爱去看咱边仔敢有人会当帮助咱。当咱若真正有看到边仔有人需要帮助的时阵，因一定讲出来因家己的需要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就是上帝互咱彼此相听的机会，咱就会当去彼此来帮助。而且我相信，伫咱教会中，咱每一个人拢应该会愿意来帮助咱每一个人，因为咱伫主的内面，咱是互相为肢体。上帝圣殿是显明上帝听的所在，咱的身体是上帝圣殿。伫倒一个所在有显明上帝恩典，倒一个所在教人相拄彼此个更加会愿意分担彼此的重担，彼此分享，互人更加明白看见上帝。就像保罗伊所讲的，宣传了基督的律法，迄个所在就是圣殿。大人的重担爱彼此相担，并毋是一个命令。是要互咱人会当对咱安尼彼此相听的时阵，看见上帝，嘛会当互咱体会到上帝的心意，互咱会当活出上帝的旨意，互别人的性命嘛会当得到望。因为大人的重担彼此担，安尼个宣传律法。所以其实一件小小的代志，就会当帮助到别人。就算讲是咱毋知影爱怎样帮助人。有时阵有一件咱应该逐工拢会做的代志，努力做到的代志，就是祈祷。为别人祈祷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当咱毋知影怎样帮助咱周围的人的时阵，咱会当替伊来祈祷。因为当咱因为咱的心中的重担，感觉烦恼，感觉软弱，感觉无人甲咱帮助的时阵，咱就知影有人爱关心咱，为咱祈祷、陪伴咱、同理咱，敢安尼尔，咱的重担嘛会真轻松，嘛会轻松一撮仔。虽然无法度完全感觉轻松，但是只有人咱若知影有人爱关心咱、替咱祈祷、陪伴咱的时阵，咱的重担就会较轻松小可。一个当彼此担当重担的团体，就是圣殿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就是显明上帝荣光的群体。咱今年的主题是转去甲起初的听，爱听人，爱听上帝，听人。所以咱若是更加听上帝，咱嘛应该会更加知影，咱应该彼此相听。所以咱嘛爱用疼心来关心咱周围的每一个人，互相来帮助，互上帝帮助咱教会的生活中，嘛会当重担彼此来担。通过咱生活中彼此的勉励甲扶持，咱会当看见上帝的同在，嘛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经历着上帝遐济的恩典甲咱伫地。咱甲别人的性命拢会当做伙，因为上帝会疼，因为咱会彼此相听，做伙来成长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有智慧
会当知影怎样来彼此当咱家己的重担，搁有彼此相疼来担别人的担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怜悯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阮会当做伙来听你的话语，会当自己伫你的面前，祈求你帮助阮。伫一个时阵，阮会软弱，阮会有欠缺，阮会烦恼，但是阮知你教阮伫地，伫阮的心中，若是有重担，互阮烦恼的时阵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倚靠你。也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阵，阮搁去帮助阮周围的遐兄弟姊妹。求你引带阮每一个人的一切嘛，求你帮助阮教会，互阮教会会当伫你的面前更加相疼，疼主你，疼阮的厝边，疼阮彼此。愿你的疼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因为你的疼看见主你教阮伫地。愿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因着人的就发条，用安尼来经做黑花，啊啥体是因着人的当家自杀家，用安尼来经做黑花，啊体是酒两扎。三甲来认识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
521首，信息521首，听起哩。奉献，请林婉莹技师、庄博雅技师来负责奉献。
卡起哩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洪总指魔术讲7月1号盟主文调，并7月10号上弄8点，卖伫淮爱馆景仰楼至美寺厅举行个别礼拜，随后前往平安园进行延续礼拜，请为做机构。有家会姊妹甲廖先庭先生，并7月17号登记结婚，恭喜！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陈少订正，首先有会加下罪，信件输付者请家己看，请无需补充报告，加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伫顶礼拜，咱伫教会有举行咱儿童的夏令营，所以团队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影片，甲咱，互咱看讲即个夏令营的这个过程，这是咱来观赏即个影片。这个夏令营，顶晡是电脑 AI 课程，下晡就是一寡邀请一寡人来分享，也是讲圣经的故事。有的囡仔是上山国小的囡仔，有的是伫大遮附近知影即个消息来参加的囡仔。好，咱嘛感谢学会节吼，伊每一工准备真好食的中昼顿加点心。
干，咱来练咱来做。那每一工因会当来换即个奖品。最后一天下晡晚去出外去参观一个博物馆。好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咱真顺利来完成安尼一个夏令营。好，咱嘛恳求上帝继续将福音的种子放伫遮无来教会遮囡仔的心中。好，这是咱来祈祷，咱来为世界、为台湾、为宣教师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的事工，今仔日是咱的少年组下遮的囡仔伫遮来服侍，互咱嘛继续为因祈祷，互因伫少年的时会当认捌主、见条主。咱嘛为着咱建堂事工来祈祷，咱为着咱的机体大院的幼春节、蔡明贤长老、道明兄来祈祷，嘛为着身躯欠安的伫处理疗养的林水长老、公基姐、淑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生兄、伊利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互咱嘛为着失去亲人的洪尧昌牧师的家庭来祈祷。互咱嘛为着咱这真欢喜的代志，吼，就是即个家会，吼，伫后日过来拜六要来登记结婚，互咱嘛恳求主祝福即个新的家庭，咱开喙为着咱这集体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阮搁一摆来知，阮彼此爱来担，阮会重担。阮也快乐的事来彼此来分享。主感谢你，互阮成做一个集体，互阮会当伫遮来成做你的子民，互阮彼此带导，互阮伫遮来欢喜，互阮伫遮做伙来悲伤。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大院的伫处理疗养的，恳求你赏赐互因健康的身躯。主也恳求你保守帮赞，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。也保守因厝内人，互因会当倚靠主有信心，也为着死失的遮个家庭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洪尧昌牧师的家庭，互因伫失去老爸的中间，也互因会当有信心，也为着欢喜的事来祈祷，为着教会的结婚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因即个新的家庭会当伫上帝你的带领下面。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。世界真侪战争、战乱，主愿恳求你保守，互阮会当平安，也定定为着这集体祈祷，也为着台湾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福音的种子伫台湾会当哪来哪不易成长，伫世界各地也透过这宣教师的工作，互种子会当来成长。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少年组这囡仔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，互因伫年轻的时会当来认捌你、见条伫你。虽然有真侪的疑问，总是主互因会当
长期伫教会、伫家庭中受好的信仰的栽培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阮的建堂事工。虽然真艰难，总是主，阮相信你有你美好的计划甲安排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遮的事工来祈祷，特别阮顶礼拜完成夏令营，主恳求你保守，互阮遮囡仔真侪无信主的，会当透过这几工的营会，福音的种子会当伫因的心中来定根。主，阮将阮一切的生活交托伫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即摆来介绍，因为伫暑假期间，咱真侪青少年吼，也是遮囡仔对国外读册转来吼，咱就看到爱德甲艾莉吼转来，啊嘛看到艾莉的朋友吼 Daniel 吼 Daniel，welcome Daniel， 嘿，哈，伊是对德国来吼，咱嘛恳求主会当保守，吼咱即是咱教互书会。一些来源信息，信息第396首，信息第396首，平时后车无需招倒，听起哩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车坐。